咱和顺转运站嘛，总共有12个公车的月台，除了会当坐车以外，咱内底嘛有真大的空间，以后会有便利商店，还有个会当食物的，2楼即马嘛咧规划咧做餐厅，所以讲唔但是一个坐车的所在，也是一个生活上会当来消费，会当来一个休闲娱乐的所在。第一个是我们有自己的专属的停车场可以休息，然后第二是我们这边是也有比较干净的厕所，可以让我们去做休息，然后旁边部分也有一些吃的，也可以让我们去做购买。然后的话，我们是可以解决我们的休息跟我们的上厕所，也可以也解决我们的那个饮食的部分。内底有足侪公车的路线，会当连接到咱安南区本地，嘛会当去到永康区，嘛会当到市区，甚至连县化，咱会当来做一个转运。比如讲，咱的市区的公车5号的公车，特别按原来行驶到延航，大家延长到咱和顺转运站，咱嘛有新的905号的厝边公车，厝边公车就是咱会当行驶。伫咱即个安南区的旧部落内底，路草较细条的所在，咱就用即个9人座的车辆来行驶。所以按这个部落，再来和顺转运站，会当来转其他的公车来去市区。是开5号路线，他们说现在有多了5号路线之后，他们反而去市区的路线反而更多元了，不会像说以前单单是可能只有18号或者是20号而已。对，因为我们5号路线跟的蛮多的，是有到新光三医院，也有到私立医院，也有到成大医院，然后也有到台南棒球场，反而让安南区他们乘客一直说有蛮多的路线可以达成的。特别是安南区，除了幅员广大，那我们的人口也是目前台湾市增加成长率最快的一个行政区。相对的呢，交通整个一个运输对安南区来讲也特别的重要，所以和顺转运站在这里呢。未来可以帮忙我们整个一个亚太棒球场来观看比赛的一些球迷也好，游客也好，或是说甚至来到台湾历史博物馆，这些游客都有相当大的帮助，也可以未来带动我们整个安南区，特别在亚太棒球场周围这边的经济发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安南区的朋友们共同迎接和顺转运站的完成。这个地方，总共历经了3年。为什么历经3年呢？因为中间经过疫情，还有原物料大涨，总预算是这个1.6亿，中央政府补助8000万，所以感谢中央立法院的支持。地方政府的8000万也感谢议会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垫付款能够完成。这个地方会变成安南区一个重要的交通扶轴带，也就是说，安南区面积很大，很多这个公共大众运输的公车路线呢，或者是从国道下来的路线能够在这个和顺转运站得到一个接驳。你也可以看到，从这里看得到我们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园区，总共2个成棒主副球场，2个少棒主副球场。许多赛事在进行的时候，和顺转运站就变成一个接驳车或者是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很重要的一个点。因此呢，和顺转运站的新建现在完成，正当其时，可以承接安南区的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也希望说，这将来发挥作用，对于促进安南区的繁荣进步有很大的帮助跟注意。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各位10时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王家珍和5人是带头罢免立委王定宇的人，伊14号召开记者会澄清。另外，针对民进党把起诉书内容传给媒体，嘛认为真无公道。议员王家珍表示，自3月份发出一篇新闻，欢迎大家到服务处来联署。罢免执政党无适任的立委以后，一连串的恶意传言就一直传来，一直到日前被媒体误认做罢免的领衔人，认为相当的恶意，要求澄清。检方
有人证物证，有任何凭证，我们是涉案人的话，我实在是要不客气讲一句，各位认为检方会放过我们吗？会放过我们吗？所以这一家媒体朋友，你能不能还我们一个公道？起诉书这边从头到尾与本人相关的，我想大家也知道是些什么内容。这边写的，我什么时候变成罢免案的领衔人了？我什么时候我是涉案人了？我什么时候是罢免案的领衔人？我什么时候是涉案人？拜托，拜托，不要如此恶意。台湾人还不够仇恨吗？对此，真正的领衔人胡永龙本身嘛站出来，虽然是议员王家珍的助理秘书，但澄清担任领衔人是个人的意愿，甲个议员无关系。至于被检调调查，唔定讲出家己内心的煎熬，嘛为另外一位领衔人来表示唔甘。今天，我身为全国第一个遭到搜索、遭到调查的领衔人，我在3月18号早上一早7点多，台南调查处就带着搜索票，还有传票来到我家，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搜索，并把我带回去市调处。从早上10点一路到晚上7点，移送到地检署，又复训2个多小时，到晚上9点50分才步出地检署，长达11个小时的疲劳问讯。但我不是第一个人。与此同时，我们很多罢免团队的伙伴、党工也遭到同样的手段，用高压的方式，在地检署里面遭到讯问。地检署的检察官利用言辞的恐吓、胁迫的方式，让他心生恐惧，使他做出了一些可能违背于事实、违背于他自己所认知的事情。为了赶快逃脱这个恐怖的过程而做出的陈述。因为议员甲着罢免领衔人是助理的关系，王家珍这位头家除了关心员工，另外对着起诉书的内容，呼吁执政者甲着部分的媒体，唔通超过恶意，制造台湾人之间的纠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日前，台南市有养护中心向宣布停业，社会局紧急安置工会村的居民到麻豆咸水等所在，结果有无家属的居民排斥应要求转回市区，市区业者却因为照顾费用相加拒绝，造成2位居民转出1个月了后陆续往生的危险。对此，议员蔡立青借此向市府发声，要求调升工会村的补助来安置照顾弱势。位于南区即间以照顾60岁以上欠缺生活自主能力的养护中心，因为地主要收回，宣布5月底停业。其中9名无家属的工会村长辈，由市府协助安排转到麻豆等护理机构。不过遗憾的是，其中有2位转出1个月后陆续往生。毛议员蔡立青借出来检讨安置过程，并呼吁市府比较其他5都提高工会村的补助。其实其他6都来讲，很多其他像高雄、桃园、台北，他们在2025年1月份开始，这个补助又多了2000元，就他们的补助来到24000，结果6都里面台南变成补助最低的只有22000元，所以变成机构，他养护机构他不愿意来接手这个烫手山芋。那当然社会局他也尽力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争取这个公费床的补助，尤其对于这个没有家属的老人家更加的需要。面对养护机构停业，附近找无工会村位，社局先求有这个求好的安排。第一时间无多照长辈意愿，却被形容为零求议案来澄清，强调转换安置有一定的流程。遇到需要转换安置的时候呢，会请机构的人员先告知我们的家属及住民来转换到其他机构的一个原因，也尊重我们的长辈的意愿和自主性
同时也评估个案的一个身心状况，协助安排适当的一个照护的机构。同时在转换的时候，也提醒机构的对于针对我们长辈的一个身心的照顾、用药的情形，以及亲属或友人的资料，一并会转入移交到新的机构，来针对所有公费安置的长辈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照顾。针对养护安置补助，社会局进一步说明，甲长期照顾服务无同，现况针对中低收入、重度失能的长辈，养护机构有22000块的补助，强调无家属的公费层，因照顾的品质绝对无差别待遇。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顶个月，台南市桌球选手代表参加世界 U15 中学生运动会，最后摕下金牌等好成绩，替台南争取公赢。不过，议员陈怡丁表示遗憾，到大市府拢无发任何的奖励金，以屏东县为例，因的选手就有20万的奖金，要求市府爱全面检讨奖励制度。议员陈怡丁在4号伫议会质询体育局指出，台南桌球选手顶个月参加世界 U15 中学生运动会，摕下金牌、银牌甲铜牌好成绩。其中金牌选手竟是对屏东转职来，原本老屏东会当摕20万的奖励金，结果来台南市府却无任何奖励，对伊甲教练情何以堪，相当无公平。他从屏东来的，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把优秀的选手，他也是看重在台南这个训练的环境跟场地，所以他来到了台南结果就是这个奖金又让他觉得这个情何以堪哦。现在已经完成了一个修订的版本，什么时候会公布？这一次可以试用吗？我们现在就是按程序我们送市府这边核定以后就 OK 了。那这一次这些优秀的选手可以来试用。好，那预计可以拿到多少钱？金牌可以拿到9万。9万你看我们这个屏东有20万呢。看中台南的训练环境，觉得我们可能可以有好的训练，所以这么优秀的选手才会来到台南。但是这个奖金会让他觉得说，那我原来如果在台南，我可能可以有20万的奖金，那台南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给选手更多、更实质的鼓励啦。在这部分，而且尽快的公布。议员进一步质疑职业运动选手的认定标准，因为有选手明明有将近30项得奖，甲参与国家代表队的纪录，却无法度列为职业，甚至连申请清洁队员的职缺嘛无法度。要求体育局建立公平评选机制，照顾选手有稳定的就业出路。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校园内面对着无同个性的学生，如何管教需要真大学问。教育局展开为期3天的校园正向行为支持以及系列影片计划，制作一系列针对着无同议题，也是辅导管教技巧的短片，提供老师应对参考，避免冲突发生。不是已经处理好吗？这次为什么又？校园内底有无同个性学生，难免有情绪，也或是无好的行为。要辅导管教，拢需要学习。因此，教育局推动校园正向行为支持，甲系列影片拍摄计划，透过无同情境的影片，提供老师管教应对甲参考。校园当中，针对学生的生活辅导及管教的问题，我们都一直鼓励老师用正向的方式来跟孩子对话跟对谈。所以我们在3年前，那就提出所谓正向行为支持这个概念，那把它运用在班级教室内的班级经营、师生的对话，甚至是家长的亲师沟通。一个老师有时候要面对20-30位的小朋友，他可能找不到一些好的作为或者好的策略，所以就由我们研发团队来提供这些微电影的小影片。那这些导演呢，他们把微电影的小影片呢，透过教授的一些理论，还有一些实务老师包含我们有一些善化国小、关田国小、振兴国小，还有丽人国小等等的一些我们的团队，把这么好的策略把它提供出来，以微电影大概3到5分钟的方式呢，提供给所有的全市的所有老师来运用。这项计划2档外来已经完成23部影片，由无同学校合作拍摄。学者嘛提供意见，每一步呈现学生不合老师管教时，教师会当采取的技巧。
把这样的一个预防的概念带给老师。那其实最重要是老师你要建立好跟学生相关的一个行为的规范，然后呢教导行为规范，不要以为孩子都知道。记得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连戴口罩我们都要怎样去明确的去教导的。那第三个是不要等孩子有问题还说你哪边做错了，其实老师你要很明确的，当孩子没有问题，当他表现好，不要觉得他应该就要主动跟他说谁你哪边做得很棒。那这是我们所谓的具体行为的一个赞美，这个在研究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研究的根据。影片虽然拢只有短短几分钟，但较真实呈现校园可能发生的情形。教师嘛会当透过影片，掌握正向行为知识技巧，正向处理学生行为，也就是情绪，达到预防师生冲突的发生。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安定所处第一大天府真福宫，在王爷的指示之下，将对9月16到25举办为期10天的护国佑民平安节，将有北中南12间知名宫庙神尊坐镇参与，不只展现众神护台湾的意涵，嘛互来到真福宫参与的信众一摆就会当参拜全台各地具有代表性的神明。来到安定所处第一大天府真福宫，庙内外正咧进行精心的布置。而正殿除了真福宫5尊王爷以外，外围2边的暗道，顶面还有来自北中南12间宫庙神尊。这款无私生命同乐会，而且南地中面是真福宫护国佑民平安节用心安排。咱特别选12星有历史性的，以神通广大伫台湾有知名度的，这较会当吸引这现象来参拜。12星代表12个月，王爷妈祖拢守护伫台湾，所以伫遮咱有这个活动以外，咱的当时佫兼伫庙埕有举办庙会夜灯嘉年华，所有庙灯、闹热的灯头，什么拢总有综合性真济。每3档拢有一颗的王船石顶真福宫。主委陈迎春表示，这次举办护国佑民平安节缘由，是因为王爷有感台湾政治恶斗，还有美国对顶关税等，内内外外拢有渐渐挑战，因此降至只是举办护国佑民平安节。农历4月26是本宫5000岁圣诞千秋，当时要来举办这个圣诞千秋，甲王爷讲祝贺的时阵，王爷讲有指示爱扩大举办，然后原因就是因为目前咱台湾有3大乱源，一就是这台海危机，二就是台湾的政治恶斗，三是川普的这个关税的乱源，因啊讲川普讲一句话尔，全世界山崩地裂。这个物件认为的，唔是有任何人有当解决。王爷才讲来办这个护国佑民平安节，来守护台湾的安全，保护人民的平安。然后王爷指示，阮委员的想讲，哪有可能？咱这个庙宇规模对人袂着，咱要请全国有名神通广大神尊来到咱庙，人敢会同意？一得委员的同意，也是董事会同意，嘛得王爷妈祖同意。结局，咱伫这农历3月时阵，全台封宫，不但委员会、董事会，大家拢同意，而且真有意义的活动，连新民都做欢喜。所以啊，咱才决定来办。然后，主委表示，护国佑民平安节邀请12尊神明，包含大甲妈、虎城定南妈、东港文虎千岁，还有广铁尊龙，将伫咧国历5月16、农历4月19来开香。展开为期10天的活动，信众来到真福宫，会当一次受到12尊神明的庇佑。拄啊，这10天，众神会当来咱第一大天府真福宫，咱借这个机会，全家大小带来参拜。如果若家庭来参拜，嘛当比如讲咱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合家平安、事事无灾、百节有庆、平安大发财。配合平安节。
金河奖嘛有邀请明华园甲布袋戏团来演出，还有歌唱比赛、艺术表演、摸彩活动等等。上大奖将送出7万块机车，当头戏是复古游民大发挥，将会为民众祝福消灾。但是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南区公所艺术空间14号举办一幅抒情画意台南展览，作品有油画、水彩、甲美术设计等等，借由各种媒材呈现，表达对着府城台南的情怀甲关爱。伫2004年成立的一府画会，因为台湾过去有一府263万家的称号，台南府城因为欢迎被称作一府。画会名称希望鼓励会员，互府城更加荣耀。即届展览的作品有府城意象为主，有人物、风景、甲人物的油画、水彩等，总共42件，以及雕塑等。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一府画会来展示他们的画作。那其实我们的艺术空间长期以来，在我们艺术家全力的支持之下，我们从107年到现在已经办理了17场。那这一场的话，也是由我们一府画会所有的师生做一个联合的画展。那包括有42幅的画作以及4幅的艺术作品。那非常感谢他们提供这么精美的一个作品让我们所有来南区洽公的民众们可以享受这样子不同的一个氛围。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一府抒情画意爱台南，所以这个爱台南这一部分是我们就是展出的一个重点。都是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风光很多的街头巷弄的就是人文，还有我们这里的美食，关于台南的生活点滴，我们因为为了这个主题，所以把这一个主题发挥起来。那期待呢能够跟民众无距离的接轨，也可以期待我们的画作。可以深植民心，让大家都能够产生愉悦的氛围，来办公洽公之余，带着愉快的身心。一府画会成立到现在，有会员分别得到国内外美等的奖项，嘛曾经伫中正纪念馆、甲立个县市的文化中心、艺文展馆举办过个人的展览，或者是联展。上午的开幕式，出席的贵宾云集，现场还佫邀请到音乐家的演出。以及摄入地色，互整个活动充满音乐、甲艺术以及地方的人文气息。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到大病院看诊了后，还佫开一段时间排队领药啊。第一病院伫2023年导入智慧药柜，即马更创新整合小儿疫苗冷藏管理机制，缩短门诊配药流程，甲提升疫苗保存品质，效率至少提升3成。因应着医疗人力欠缺，加上要提升病人用药安全，缩短病人领药时间。基美病院导入智慧药柜，结合小儿疫苗冷藏管理机制，和门诊配药流程甲疫苗保存品质设下新标准。智慧部分的话，事实上以前都是要用人工合药嘛，那现在事实上都是用系统合药，甚至呢有一些药物它有期效的问题，那它就可以用系统的方式去做一个，就是算是点班，或是说我药物如何出去的时候，它的效期是什么时候，事实上都是用电脑去做一个记录。门诊护理长表示，有了智慧ADC 系统的加入，唔那避免出药出退的状况，病人领药时间更是平均缩短大约30%，同时有效减轻医疗人员的负担，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效能。那病人就会去就是执那个处方签的部分，就到我注射室去就是报到。那报到完之后，我的护理师就会拿到他的药签，那直接就是确定药师那边有核完药。事实上，他都在远端核药，我也不用一定要特别先确定，只要用系统直接扫描，他如果没有核到药或是尚未核药，他也会提醒护理师，我药师这边还没好。护理师透过简单操作，就会当精准分配药品。智慧药柜甲疫苗冷藏管理结合了后，会当追踪疫苗的配合含效期，建立完整的温度记录管理系统，有效防止疫苗失效也是误用。基美病院未来将持续扩大智慧医疗设备的应用范围。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
今年是陈澄波诞辰130周年，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甲陈澄波文化基金会合作推出写生的故事特展，跳脱228逼真的角度，这回对家庭做出热点，展览100多件作品，其中更包括头摆公开陈澄波的12封手尾字，以及微胶的玻璃底片。画中呈现出一家5口和乐融融的日常生活。这幅是陈澄波于1931年所画，翻转政治的刻板印象。台史博展览以写生为核心概念，包括陈澄波遗书、受害衣物、遗照玻璃底片等重要文物，是少见的完整展出。那是为张捷、陈澄波跟陈家人的这个守护的这个故事哈，那从他们的各种文物里面来呈现一个时代的风景。伫咧2020年的时阵，因为陈澄波先生过身去吼，整理伊的遗物的时阵，则伫咧伊的房间的壁顶的一个坑吼，一个相坑内底，本来要遐角的吼，要单调的物件，你去找才找到讲，内底原来还有底片加相片。这回由死到生分成6大主题，总共有110件作品。其中除了以油画、速写、胶彩画等紧扣家庭的情感层面，还有凸显妻子张捷所守护的物件，更还原当时如何保留文物的狭小阁楼。我阿嬷张捷，她藏画，就是其实她藏的不只是画哈，她收藏的地方，那个不到10平地的地方，居然可以藏上万件的作品跟文物。它可以避免虫害，它可以避免漏水，它可以避免常年的情绪不安。今年是陈澄波诞辰130周年，这档写生的故事特展揭示了陈澄波精彩且充满生命力的一生，以及身为艺术家幽默风趣、积极贡献于社会的一面。记者孙怀谈的报道。感谢你收看5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待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